警政署7月份加都實行 M-Police 即時車牌辨識系統，昨高雄的警方發現有一台歐多拜，伊的車牌已經互註銷啊。甲這個騎歐多拜的人查落來問，發現伊唔但無駕照，閣食酒騎車，3項加加咧攏總罰16萬2千塊。提醒民眾，不管是擦拉車、寬禮車，甚至連 AB 車，這系統攏查到。你要怎麼啦？毛利島。互警方查落來，查甫人姓強，原地警方是電腦掃到伊奧多拜車牌已經註銷，才甲查落來。沒想到愈查愈大條，查甫人唔但車有問題，閣食酒騎車，而且閣無駕照，警方也當場扣車，依法開罰單。全案依違反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12條使用註銷牌照、第21條無照駕駛以及第35條酒後駕車，告發合計可處新台幣16萬2千元罰款。你這台車註銷的，那個我們車邊一掃就那個了。原警講的車牌辨識系統，就是這台手部型的電腦，只要摕咧對車牌掃過，是毋是有問題，電腦攏會隨知。這是警政署7月才拄全國同齊啟用的 M-Police 即時車牌辨識系統。檢定分局已經客機查到2台問題車，閣掠到通緝犯。分局表示，因過這系統攏敢若設置路口的監視器，即賣會當早咧走，大大提升辦案的效率。透過阮的 M-Police 這台小電腦，佇路邊來做影像的分辨針對車輛，伊也是失竊的車輛、權利車輛，也是講車牌伊本身有問題註銷的車輛，伊就會使隨掃掉。原經電腦排列，巡邏車騎到定點，就甲電腦提起來掃看賣。若是有過樣，電腦就會隨跳通知出來，各項資料清清楚楚，甚至連 AB 車攏掃會出來。警方講，以往都愛用手一個一個去拍車牌號碼來查，即賣系統整合，對因辦案查案來講，真正是省時閣省力。記者柯家族柯超陽高雄場報道。